其果。要知道因果是一点一滴都跑不掉的。观音菩萨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啊，观音菩萨，请您救救我们吧。其实这不会很难的，只要你们认真向善。虽然现在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，但是如果你们都能吃素、不杀生，将能免除天下的灾祸。让我们一起放下屠刀，一起诚心念佛，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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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，谢观世音菩萨开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炳荣，我是林婉纯。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因果剧场，其实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人死后到底要到哪里去呢？那人死后到哪里去，又在谈些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说轮回，轮回又是什么呢？哦，这就要谈到很复杂的东西了哦。让我们仔细的往下探讨吧。其实我们人死了，有一天一定会死。那死了之后，生命是不是就到了终点呢？还是另一个起点？其实我们死了之后，生命并没有真的终结了哦。而我们这个肉体灭亡以后，我们的身体会变成另外一个叫做中阴的阶段，然后再等待时机，再一次的轮回投生，再得到新的肉体延续下去我们的生命。那这个投生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的意识，我们佛教常常在谈的轮回。那到底是谁在轮回？在哪里轮回？又是什么在轮回呢？那为什么又会轮回？其实我们简单的说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众生的心事，我们灵魂被困在了这个轮回里面。那轮回到底是什么呢？轮回其实是由三恶道跟三善道组成的六道，所以常常会有听到六道轮回。那这六道就是我们灵魂被困住的6个处所。那6个处所就是我们的烦恼、造业，所以不断的在这里面经历，好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。在这6个处所里面转来转去，永无出期，没有跳脱之日。那为什么会有这六道的轮回？我们有一些烦恼会去造业呢？其实呢，我们会造业，主要源于我们的众生，去探讨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。那根本烦恼就要谈到贪、嗔、痴三毒。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说贪、嗔、痴这三毒就是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，也是因为这根本烦恼，让我们不断的受到生死轮回，不断的在这里面纠缠不清，这就是它的根本原因。那其实愚痴就是最根本的烦恼了嘛，因为有了愚痴，你才会产生了贪欲，才会产生了嗔恨心，所以愚痴就是最根本的毒了。三毒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毒了。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，其实这贪嗔痴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众生不断的烦恼的根本原因？其实呢，因为我们的愚痴无明，所以让我们产生了看到一样事物，我们好喜欢哦，看到这包饼干，哇，我好想吃，所以就产生了贪欲。但是呢，爸爸妈妈不给我吃，好生气哦，所以就产生了嗔恨心了。
所以这3种就是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受这些心境的影响，不断的折磨，然后也因为这3个烦恼，让我们不断的造业，可能我们就口出恶言，可能我们就会生气的去用抢的，然后我们就会做下一些不好的事情。那因为这3个根本烦恼，再加上我们受这3个根本烦恼的影响的一些行为，我们就会去造作一些业，让我们产生了不断流转的因缘。所以说，他们真的是我们最根本要去除的东西。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消除我们的痛苦的话，一直说我好痛苦，我真是厌烦我的苦，光是讲这些是没有用的，不要再抱怨了。我们应该把苦连根拔起，跳脱出它。连根拔起之间有一些我们要先了解，就是烦恼跟我们业力它到底是怎么的去运作，怎么的造作。这就是我刚刚所说到的啊，他们2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因为你的烦恼，所以就会促使你去做某些行为。那某些行为如果是造下了恶业，也就是所谓的恶因，那之后就会再去得到恶果。这就像是一颗种子一样，种子呢，如果是这3毒的话，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水一样，帮它施肥，让它有营养，让它发芽生长。那发芽生长之后呢，所得到的就是我们的果报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跳脱出这个轮回，我们不要再替它浇水了。那我们就要探讨到死了之后，我们人会经历到中阴的阶段。那这个中阴的阶段，其实它是等待着要投生的另外一个生命的一种形式。这个中阴的形式，其实我们人生死中阴投胎，这整个就是我们循环的过程。在6道里面，我们不断的流转的整个过程。那它会投生的地方不一定是在做人。我现在是人，可能我投生也不一定是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有6道，刚刚我们有提到的6种处所，所以生命的任何一种形式就是这6种。那这6种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去的地方。不是说呢，我这辈子是人就一定再是人哦。不是说呢，这只猪就不能变成人，当然不是这样啊。所以这6种形式就被称为6道，因为它是环环相扣的。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从一个数不清的过去，不断一次又一次的轮回，